你卢准兵是否会得意门生啊？其实你最像卢俊斌了，我突然想到，这个东西啊，你就是像卢俊斌也是4年来点发动态呢。他有状况的话，你可以救他一下吗？你也定红豆吗？选红豆，红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了。哎呀，好漂亮哦！爸爸，这个人要注意哦，美客套话啊，好，但你要这样，好帅，要这样，你很帅哦。剪掉，剪掉。那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？我在等他张姆。走对了，走对了。不要再撒娇了，那于凯会受不了，他在握拳头了。你要很久。你还这个不看好，马浪水是的，我送你煮到把块来。不用，我们就要吃一块一块的。因为我要吃化开的。那你去住他们那个。你下去你家。妈妈，我是开玩笑的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屬於選中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哪個民族？係中白跳。你啊，節目鋪嘅死鬼啊，特別就都會威脅我前講，我生日哦，係啊，隨時我有你，咩要同佢，要同佢表現。哦，唔過呢，今日要來參賽者，再次來踢館。哎呦，因為呢，佢係需要得個一個後生廚神獎。哇，少年廚神獎。對你真的要緊張，而且給他趕快有公料同後。哎呦，唐公蛋茶以後，佢還會做表演。而且是不是還有一個聽說你們是？用嘅注重演，所以你看呐，眾家自貢啊，換人吧。那我哋就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之前就分享到嘅係資料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兩個好，就嚟分享到係青友鳳師師傅。各位大家好，阿鳳哥好。馬上嚟就分享到係你風吹嘅潛水者，兩神咧係表兄弟嘅，一個就會靠講到人嘅親戚同事們係得個係後生廚神獎嘅哦。分享讓宇、於凱分享。分享。我看下攬住你一票啦，係婦女黨來自新部嘅李少豪、李婉婷。分享。大家好。分享。好，我們先來了解一下。好，我看姓氏我就知道是讓宇。讓宇，你之前有來過嘛？哈，體質貴耶。後來有跟他脫離關係嗎？用輩分來講吼，謙讓，所以佢係嗌 hell boy。哦，真嘅呢，他是讓宇誒。係啊，謙讓哦，嗆嘛，佢係讓。然後講，佢最近就準備來哦，因為佢體質貴來嘅時節哦。比現在少了10公斤。你們張家是不是要擔心一下？因為他從第1年到現在也是長了不少 kg。哎呀，用馬用心哦，眾家自貢。好了，我們先講回來一下。婦科啊，到尾有乜嘅推薦好教好食好料的冇？我愛推薦嘅婦科後山上入凍到嘅茶葉茶樹。該片嘅茶樹哦，又好有名嘅東方美人茶。於凱，我感覺你就有在騎腳踏車，平常運動這樣子，平常時出去玩呢，多跟於凱去運動，好不好？好，這樣才可以減少你的體脂。去那個後山單車路線，每天騎個3圈，然後我就回來再吃buffet。哦，錯。對。哦，不過唔但講婦科就叫運動嘅素材，然後你講信步美酒哦，飛龍步道，飛龍，它那個步道啊哈，就有3聖宮啊，那玄帝廟，哦，然後沖洗些是天阿公阿婆夯入去，夯過去夯轉來差不多幾久啊？又不能短程到長程呢。哦，我大概就是最多2分鐘。你是讓沙音分一行，差不多40分鐘一行。對我來說已經是20倍。我們沒有要了解你的體力啦。係啊，不過還有看住咧嗬，呢度先做噶，唔單講婦科啊，一係信步啊，對運動呢一件事情哦，非常的充實。唔錯，古上嚟兩個哦，你看，不過係你後山飼養茶路線，也係講一個比兩鋪頭，開起來都要特別就要這樣慢下來，慢活下來。好，唔過你今日必須做我們的慢，因為有時間嘅限制，馬上嚟進行第一關嘅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結合主要食材，3點半身指定愛做嘅料理。第2之前，唔啲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會因為條件中3點到手腳來唔參謀。含入梁翠冇超多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臨時是開始了。好，下一關呢料理風流蛋我就期待了，因為我已經隔了2星沒有玩嘍。係啊，所以今日嘅菜色係乜嘅呢？
沙茶炒羊肉。哈哈哈哈哈。 OK， 你团系玩沙茶也玩羊肉，里面只要不要给我这个放草莓酱、苹果酱、你太了解制作单位了。草莓酱炒牛肉，都好咸呢。你真的是对不起料理厨神呢。你就知道这样你为什么配的你是更最近有吃不会中，啱啲啱啲。那您赶快猜拳，因为我先排下台表出来。于凯来，来咯。婉婷感觉就很会猜拳。剑，他给你很高的期待。剑手不。好。好，于凯应该写哪一张？黄色啊。好，来，他自己开，他自己开，他自己开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百香果 Pokeso。哦。新娘了一半。还没紧进去黑果子。有哈。哎，这比草莓酱好不到哪里去吧？好不到哪里，真的好不到哪里去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我们有厨神。OK， 我跟你讲，不要忘记，婉婷刚大笑都被我听到了。婉婷，干军一下。那先好，他骗了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沙茶，恭喜！哦，好，剩下的草莓酱是谁的？可能是草莓酱呢。哎呀，你太不硬了。1、2、3，气死！帕玛森，哎，其实本羊肉冻好学的，起司炒羊肉。拿起来。我觉得你先担心 Tokeso 比较好。不用担心，我们有厨神。好，一眼太卡都先后生，马上就有金好体育馆嘅挑战。体育馆地度就系呀嘅沙茶，我来炒羊肉啦。风水看很远哦，潮头还有可能会翻转整个料理历史的这个酱料。有可能哦。Tokeso， 来，我问问看，风吹有信心吗？有。看看下咱菲利亚片，等下体育馆的比赛哈，去到剧情实在看前辈哦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哦。他们刚才有一种当选的感觉。好了，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在快洗了。我现在还是想不到头 queso 跟羊肉是要怎么一起。其实电抖动吼，因为头 queso 给算算呢，给很难煮啦。可是我看过很多炸牛的店嘛，烤肉店，让牛爆的那个起司，是不是没走单用？黑烤，人家黑炒，炒冻多。这个我说真的，阴谋最后不也是你决定的吗？对啊，你也让我自己负责一下吧。哦，来。哇，太熟练了吧？哎呀，你也这么该求？没法嘛，没法。我除了做美发行业，还有一道走出又相关的条路哈。哎，我现在是在牛排店上班这样。对。他不是上班，他是当店长。哦，真的。对。他是去叫人家好好上班。你也负责秀天的呀。对。讲到斜杠，你觉得听我讲一下让宇，你的才华洋溢，请个讲出来。跳摆的街头艺人。表演什么？唱歌，然后打鼓。人不卡全部懂厉害耶。包含我吧。就除了你啊。就画的例外的。嘿，用头给手做呀，给酱料有把握吗？要怎么做？刚刚原本对假设系草莓酱，他就想法，蛮绝望的。不会啦，你是厨神，不用怕。对啊。而且听说你是卢准病师傅的得意门生啊。其实你最像卢俊斌了。我突然想到，你就是卢俊斌也是4年来变法动态呢。哦，紧走。好，等下勾走都转来哦哈。好。你该录嘛改东西。有，你有没有带莫叶 Q 他来比赛嘞？是想要把他嫁掉是不是？我很烦听哦，安酱，但是不能跟他太近，地总来讲。因为Andy少豪哥哈，他有个斜杠身份，义警，你是龙岩呢。哇，人民保姆。要追到婉婷没有这么容易，要先跟你比摔跤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柔道。我们是指定食材可以下叉嘛？最简单的做法係乜計？沙茶係炒過，肉夾過。哦，所以平常在家里都是少豪哥煮喽，刀工比较厉害。真的哦，其實兩片兩煮哈，然後你滷準備阿並購哈，也有匪淺的關係。按一點。有關係。家爸爸家媽媽都家順嘅嚟好朋友，然後家公家婆全部當好。哦，動熟師。好，所以等一下主要係負責煮嘅係婉婷也係少豪哥。
我怕他看不下去，还是他看不下去，好啊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哈。好，可以找妈妈帮忙。我自己对我要帮走嘞，哎呦，我上道嘞，走完，等下用。但是地北读的头开始讲，在狗水啊，狗水，啊？狗水吗？狗吗？你以为是要做果汁啊？对啊，还想会拎上去。哦，你说在炒做果酱走对吗？太久了，果酱炒因为很久都通啊，哎呦。其实安用迄做法当上个快炒店有啊。对。你讲到他们的擅长了，马沙斗快炒店。马沙。哇。很爱死丁狂，爱狂安用死地嘞，爱下夹个哈。你是多个挑梅嘞。我等下。因为就通啊，配好调味料，调味啦，调好嘞，直接冲下，这样一炒就熟嘞，冲下去熟嘞。好，我们这一关里面有储食天数奶哦，你有需要吗？不是，哦哟，他是厨神表演啊，厨神啊，现在是入狗嘞哈，就你的快炒店是要做什么的？羊肉快炒，就羊肉快炒。对，羊肉，那你一定没有做过百香果的吧？没，你看。还好有上节目，这样是好事吗？不是。于凯，你有没有冲动想要帮忙？还是交给我们厨神。来不及炒，好，来。哎，他是威胁的口气呢。你来啊，几款啊？人家口内嘴太薄啦，还可能不太够，会不会？于凯几年次啊？92。怎么会有9字头？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你们两个是完全可以把他们生出来的。那方哥可以，来往外面。其实你不要骗了。我真的没办法。早一点，你是体力上的问题吗？没有，可能是精神上的。对，炒好豬頭先了幾耐？黃肉嘅裸體。繼續用炒黃肉嘅鑊嘅哈。繼續來炒。要先炒嗎？現在是宕機了嗎？係嗎？後面有冇水嗎？冇水冇水冇啊！加薪工作比較忙一點。哦。那新人跳路係嘛？白天在做房仲，白天賣房子。叫叔叔養你就好啦。對啊，按扣。對啊。可是我不想努力了。他奇怪咁多。哪有人對阿叔講我不想努力了？怪怪的。我們先過去了哈。好。哇，這邊進度比較快哦。爸爸，怎麼有點燒焦了？唔會啦，就是爸爸長得凶啊。較凶啊。你有做消防隊志工嗎？我有。你有？真的？但我是救人，不可以救人呢。他有狀況的話，你可以救他一下嗎？應該就經過安用嘅蟲。你也練紅豆嗎？血紅豆。你看我們張家的血統就知道。你好。沒有啊，我越越不舉點，就跟那個斌哥一樣啊。是你嗆斌哥的哦。今天的比賽很特別，沒媽媽的比賽，而且媽媽剛才原本是用手機拍，現在變成拿平板出來拍了，越來越大台了。好，我們看一下啦。哎呀，好漂亮哦！爸爸，這個人要注意哦。這套話啊。但是你要這樣，好帥，要這樣。你很帥哦。剪掉，整段剪掉。阿公，你平常時煮埋菜下豆啊？客家菜比較多吧？哎呦，客家菜，哇！而且今天的比賽很特別，沒媽媽的比賽，而且媽媽剛才原本是用手機拍，現在變成拿平板出來拍了，越來越大台了。等一下會不會去就來拿我們的攝影機？因為他知道我們會偷拍他，既然用嚟做一些詐騙。哦。哎，等下，這樣是要好了嗎？會好的呀，不會後悔啊。所以你的調味剛剛有什麼？蒜啊，還有辣椒啊，蔥啊，還有對梅嗰個哦，還有對葉大家哇，還有那種南投情，該倒數了。多了哦。好害。煙草馬上回是都算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知識看下體育館地圖，那會開咪是較針對咧。沙茶炒羊肉係到快炒店地圖呢，太恰都會點了一出料理，太恰先來吃吃看吶，你一定沒有吃過的，因為你係炒呀個頭鐵手，吃吃看吶咯。
哦，因为羊肉哦，吃起来都很容易会腻。那头开始完全改变了一张问题，它除了是解腻之外，它就增加个甜酸甜味哦，都好吃。就我觉得最主要係你家加的都係皮料嘅時間，有可能都冇加到辣椒嘅酸條，含個肉同落去，它的味道調都懂後，加頭嘅時候呢，它就是有點解油膩的感覺，還蠻好。它不是主要醬料，它是有點畫龍點睛嘅感覺。這些百香果就是綜合該辛辣感啊，來種清爽。好，來門看一下啦，哎呀，好漂亮哦！有吧？爸爸，這個人要注意哦。聲音對哦。但是爸爸也是這樣覺得嘛，對不對？但每都客套話啊。啊，但是你要這樣，哦，好帥，要這樣，預備起，哦，你很帥哦。剪掉，水分剪掉。哇，反聽昨天到第六拼嘎一下。不愧是參加過廚神獎，真的動強，真是蹦出新滋味的蛋糕。原本呢，去到的區這口內還取到係地雷，對啊，結果店都變做哈，尤其是這種涼熱天的區這些的話，很開胃，清爽，感覺那種味道又有辣又有酸這樣，酸辣的很清爽，很適合夏天這種感覺。係啊，可是嗰種是很易手到頭殼手哈，因為用慢走。沒安逸，睇咗安逸放心啊。好，但是該下係頭殼手，你下玩食一下，你下正宗食材沙茶嘅口味，嘅叫你食看，哦，好香哦。哦，羊肉就係咁樣炒到，跟沙茶哈結合起來融為一體，非常。因為沙茶撈羊肉本來就係很棒的一個組合，做出本來大家就期待的那種高標準，非常厲害。我覺得亞特別厲害，就是講炒的過後呢，還要保持羊肉它的嫩，這比較難一點。讓魚給它煮咖是個基本功到，就是羊肉做唔得炒羊肉，會老鐵。我覺得藍隊呢係有做到嘅。因為我自家凍好食沙茶。嗯哼。你哭了嗎？很多哎。不要這樣呢。你現在凍好食的沙茶炒空心菜，凍好食。炒出來的味道很香，對對，真的很香。然後這才是正宗的沙茶炒羊肉。用鹽梅，哎，牛有先醃過，又炸，哎，係啊，很嫩。韓國呢啲嘅沙茶就先炒過，比較香過，所以它香。裡頭全部單講是羊肉甜甜，嘅黃菜味係重點，炒到又脆又甜。研究嘅細節又多咧，大家看一下師傅應用咩評分咯。今早嘅時間馬上就到誒，先來搶阿子劉師傅搶半分數。好，藍水粉，阿峰哥搶半分數。好，恭喜子劉哥搶公平。我先講風吹那邊啊，我今日食到呀百香果，然後羊肉真係當客，但是我冇先也就係以為講，人百香果冇特別處理乜嘅，比如講你有啲啲炒過也好，也係講有標些糖也好，因為你完全沒有處理，就係不用的。但是我今日發現講，其實百香果和羊肉是可以搭的，但是我覺得就是你要 sell 一個動作，你沒有去把它再加工過，因為你的主題就是百香果。哦，對不對？好，也係，我就覺得有點可惜啊。不然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是蠻好吃的，不難吃。對，藍隊這邊呢，空心菜油比較老一點點，整體嘅羊肉老呀煨出來，要搭配個沙茶小米搭配來吃，我吃到倒後食，所以我現在藍推，謝謝。阿峰哥都公平。其實我本家紅這個，我看干因為出來的形狀因為去發揮龍洞口啦。啊，百香果按淋上去吼，其實蛋腸是有配那個羊肉的味道是足足好，哦，都有創意啦。我本家藍隊是正炒到你的沙茶油，我食到有點苦味，可能係稍微有焦掉，正常用的啦。是嗎？好啦，兩組呢都個個得到1分，不過沙下兩坑已經沒有笑容了。子劉哥，恢復你陽光男孩的笑容吧。冇問題。帕瑪森 cheese 對你來講哦，小 case 而已。好簡單。那好了呢，就搞不完呢個阿子劉師傅嘍。耶！好，都在帕瑪森 cheese，係咪最尾面淋到蛋糕呢？係啊。就是有嘛想法？我應該會留呀cheese，切些落去咁啊炒。嗰點半呢，我再用呀倒位起來小些都蛋糕。對，快用完就對。中式呀，會留一些，會留一些。也應該係算中西合併了。這邊羊肉我會先醃一點點鹽巴哈。會去腥係嗎？不是，它會讓它肉質軟化，一點點醬油，一點米酒。好，
因为大家要炒呀，cheese，所以它虽然有鹹，但是它本身冇辦法影響整個鹹味，所以那邊還會標一些鹽，多一些調油。乜夠鹹哦？冇啦鹹，你講像cheese的米絲安尼係冇啦鹹，嗰一些咧米酒，我先起來用抓一下，抓醃一下。抓醃哈，啊，大家要分的，千萬不要咱們落去攪，然後先抓醃比靜置，先不用等，哎呀，可是我就先切爆香料。剛好梁祝吼處理茸油的鳳靴圈可以優先抓醃嘛，但是今天的主食材係揾帕瑪森起司。我係講今日做的搭配嘛干啲，鐵腐魚落去炒。鐵腐魚啊，對，而且你們吃過腐乳空心菜，一樣的道理。哦，對。所以按用做過之後，佢下個肉都有芡絲的感覺。佢唔係芡絲啊，佢加牛奶香氣。哦，所以這樣聽起來，在帕瑪森唔係咁困難呢。因為我本身唔係做時裝，因為我可能有一些咧，佢冇按熟啦，按我要留一蒜頭，老蔥誒，全部切當油哈。你當我炒個，我嘅想法係做時菜，佢哋會爆香料，但是切當油，唔係像係做飯會切斷。然後蔥誒呢，會蔥泡呢，我要切油，我要拿來爆香。蔥精我要拿來浸水，睇下邊個當狗誒，顏色當會點哈。我兩鑊炒哈，一片炒香菜，一片炒蓉油也得哈。哦，啱啱一鑊炒乜嘢？一鑊炒黃菜嘅。好，啊不用油嗎？哦喲。一香菜拜託放個人來炒。如果炒黃菜哈，做乜嘅長做得落去保持它這種青綠色。我從頭到尾都要旺，然後要蓉油還要分誒，它已經有吸湯汁吸好了哈。然後冇麻水嘅哈。哦，有哦。啊分誒，變落來。一定要等它好燥才有時節咯。因為安尼佢肉爭會加水分，爭炒起來爭唔會落。哦。一分誒落去，基本上佢就較少唔落去嘅，它會封住它。哦。啊，封住之後，嘅梅湯有冇入梅啊？就係留嘅蓉油嘅米絲封到底巴，啊，但一炒啊，有佢泡泡嘅當加種入米嘅。啊，一片還會切一切嘅嗰種嘅，切條嘅嘛。所以喺冇講嘅話，你感覺到都會強嘛？很有又強，強啊！來蒜頭這邊炒香菜哈，爆香以後，一片黑，哎呦，一片黑炒蓉油，一鑊哈，啊冇得拉油嘅哈。黃菜老一強下炒的話，我調唔到。所以我這邊等一下我這個爆香好以後，我給酒落去，水就調，米絲調啊，黃菜慢慢炒，一邊我好啊，我這邊讓我炒，先調米絲就會。從家下攬水手都係沙茶哈，昨天用沙茶啲部油來炒東西嗎？做對啦，做對啦，佢本來都冇標嗰種嘅啊。哇！那鍋子都給你。不要再爆裂了，這樣子我們這個婉婷要出動消防隊了。你要不會炒乜雞？要炒風菜等下哈，等下滾佢。我只是調味調好而已哈。那邊炒味好啊，我這邊讓我開始炒。還要老爺冇強下標哈，要先炒俾香來。炒俾要古味炒俾有金黃色來哈。炒古味時節就不用酒哈。有一些咧冇當葱哈，要熟土啊夾下要下去，溫度全部當高火哈。一點點醬油哈。哎，看下咩就先入口調油咧。哎，然後呢還冇清拉下，安尼當會拉下。亞波拉下嘛哈。水。水。有得味。一風菜變落來哈。安尼一邊當會強，一邊當會強，一邊當會嫩。哎呀，cheese變好了。因為上該燙青菜咯。類似哈。加cheese牛呢就做對了哈。啊cheese當夾。然後呢，還沒當醬。好來。很綠呢。對。師傅做出來好專業哦。要搶出來變好了。鋪底係嗎？鋪底哈，不要平平就好。要好了，留一點點綠綠的在旁邊就好。佢嘟好溶剔，嗰種係最好食。它剛嘟好溶花，安尼青紅色。好像這是一道好吃的菜耶。好來，
加切的葱花，然后给它这位哈，香香的呢，冰上去哈。起司两口，可以再冰一些起司丝海一哈。哇！哎，这真的中西合并了。对啊。婉婷，你忍不住想拍手，对不对？忍不住了。像雪花一样哈。哎，好了。好。里面起司炒羊肉。阿牛出火谁嘞？4个手指头这样捏着，是不是都硬了？对，全手哦，放掉，对，嘿嘿。他这边都有啦，所以怎么按都是软。所以你问他不准。我们要问的都是1分啦。那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？我在等他等。走灯吗？不要再撒娇了，不然于凯会受不了，他在握拳头。还是你要红酒？帕玛森去死，老按用牛了周边发，竟然做的表现都按赞的，单枪还试吃就已经很棒了，开起来更好的拼爽宽那喽。哇，那里下攀个起司梅头吼，更厉害嘞。天哪！我知道也给去死，老用东港米耶，创造出一次新的料理题材，不过。前波一米9先揉下给调油了嘛，让它的咸味先出来。某种的因为让起司，没违和之外，还有增加有点加分的效果，因为也很滑溜啊，比较滑顺。对，较滑溜啊。帕玛森起司配羊肉是真的也蛮合的，蛮搭的，很厉害哦。对，然后还淡淡吃了一点酒香味这样。对，师傅是莫恐融，就融合的感觉。好像俩我们在出国外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哈，这样融合可以提升那个羊肉的那种更鲜那种感觉。韩国俩头出来地位多，完全什么都跟羊肉的腥味，对，也还最厉害。动特别提供是讲，去甲帕玛森起司，然后甲空心菜，因为空心菜在对甲炒时节用冻油。结合老街帕玛森的具有乳化的效果，乳化的效果是都是more湿安样，它那个碟是做的去腥，看爱皮的时节有甲羊肉的骚味，是到地毒是到嘴巴里面咀嚼的时节有冇，佢会甲腥味磨咧，像甲变魔术一样，真紧当好些。按杨的话，观众朋友你有学到冇呢？咱摆喺讲不卡地都有嘅去食法，咩做老不卡嘅其他用类啊来做变化咯。不过头前一毕业，马上出来金行最北米馆嘅挑战。做下国家料，强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会注目强用嘅料理方式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度，发挥自家嘅好手艺，完成具体嘅菜色。到底两嘴会调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于强下国家料咯。好，各位爸爸妈妈吼，小朋友那系刚学用个啥咧？刚才本嘅雪强强，到底要买法宝嘞？给导演就会利用客家嘅油虫啊。哎呦，有一集之后呢，突然间就有一个绰号叫陈敏竹。有。制作人也回答太快了吧？这不是新的艺名吗？没有，在场那变日本人。生命猪 you。有这除了猪 U 字呢，人讲妈妈最会做的就会咖喱啦，就可以张妈妈。打白要煮咖喱的时间哦，他大概要煮12杯米哦，12杯冻第3名我是新一倍哦，真的很下饭呐。咖喱真嘅老嘛嘅都懂讲米啦哈，故错，今日嘅题目就係咖喱咯。来，先看一下风吹用下嘅咖喱编发出的菜名都嘛该。沙朗牛佐咖喱酱。沙朗牛佐咖喱酱，我一听就有感应啦，一定是于凯店长带了个牛牛，对不对？好，沙朗牛佐咖喱酱，你们一带了一个牛排，几多盎司？它是8盎司的。8盎司很大吗？8盎司还中的还可以。我大概吃1.5口，我应该肚脐下抬啦。不够用你不要忘记，一个做店长，一个是厨神，好不好？风吹最关米一馆内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好，这片是牛排，我按你第一片哦，厉害咯！来，婉婷，你今日用咖喱啊，做埋个料理嘞？咖喱鸡。
咖喱芥牛，怎么解看到你一煮甜食菜会上过那种芥牛啊，那种来煮嘞？干用会把懂声音呢好放甜，比较美味，那种颜色看起来这样配饭的话是非常下饭。对呀，爸爸刚刚偷抱怨你呢，他说你会港选。不会呐，他不会哦。我挑好吃的鲍鱼、和牛。是你要带我去吃吗？你爸爸在旁边，你爸爸在旁边呢，没有人这样直接揪的哦。好了，所以今天你要投出来吼，嘿，爸爸对婉婷的一种爱，父爱的表现。我卡的梅头，我卡开梅头啊，等一下最尾一罐的哦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哦，好，看起来的利用组都已经准备好噻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赶快洗了哦。咖喱真的煮嘛？该都懂。对啊，你不卡是冻汁会煮咖喱吧？哈。可是，因为还有一摆的是咖喱会变黄之后，那就漏法的时候，会吗？那么常吃。不会，这咖喱会。所以自此之后，我都只吃白酱而已。哦，咖喱美就分冻豆种啊，譬如讲，我卡最好学就是那种苹果咖喱，好甜诶。那这绿咖喱会变？好客啦，好客，我们只有你有提到。哇，我是牛排呢。今本你做俩出料理，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吗？因为热天嘛，我买食欲，你不花时冻好是咖喱，因为简单放片。你今天要做有食欲的饭，于凯吃就好了。你们2个就都不要再吃了。对呀，我们就算跟你们不要再开胃了，有缩胃的吗？等一下，让宇，你要记得，你已经不是20公斤前的自己了。哎，好想调资料画面。对啊，我可能是因为我看你好像牛哈。嘿，当然是这边吗？背中间。对啦，瘦肉类。对。哦，这还小哦。有带劲的啦。因为就相信以牛排点嘛，就是沙朗或者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在选？菲力就完全瘦肉。那哪一个是比较耐煮的？比较不会咬起来硬啊？煮的人的做法，跟他有没有加其他东西？对，比方说你敢用有入狗吗？有。腌什么东西呢？我们都是腌酱油，一点米酒这样子。我有个疑问，加做的卤嘅咖喱落去吗？含好咖喱要给落去煎的时间叫为豆腐辣，当我出货了。咖喱又要给豆腐辣不变糊啦。既然是牛排，你做的具体要熟度会几度吗？我们可以熟度吧，熟度可以啊，可以。一般你先几分熟？5分是最推荐，那我们一般都是做7分熟。好，那要怎么看5分几分熟呢？中心温度，还是用手这样子弄呢？没有，就是我们会稍微剪开看一下它的熟度。对。他是说是哪一？没有这样是1分，2分，3分，4分，1分，3分，5分，7分，全熟就比较硬啊。哦，这边，很硬哦。这边4个手指头这样捏着，是不是都硬的？对，全熟。哦，放掉，对，他这边都有啦，对，都是软的。所以你问他不准。没有问都是1分啦。好。但是我想问，做嘛个做牛排点地都是属个牛排哦，都是那种口感啊、QQ 啊，很好吃啊。腌料放下去的时候会稍微捏它一下，让它更入味这样子。对。这先口改片好了哦。应该嘛改，用又入过的吗？敢用。又入黄咖喱的吗？黄咖喱同哦，姜黄粉。黄咖喱，咖喱粉。这是不是跟我刚才想的一样？我们有加一个秘密武器。我猜你不要讲。你猜。有一个香味。葱头。风葱头。答对了。红头了。有。红头啦。可是为什么我叫风葱头嘞？那个行烟时候有一溜葱也香。但是我在想说，因为今天的肉系用布牛哈，它会比较容易熟呢。要先脆过，时间长会啊，唔会时间会拖凉。你这个咖喱酱又捞平有冇孔融吗？咖喱块还有咖喱粉，怎么个分开？其实咧咖喱粉吼，佢每一个香气冇孔融。对。从来都有冇用咖喱块，佢还有份调味咖喱、玻璃咖喱粉，落去炒洋葱，其实啊调味咖喱粉用去炒，佢还用梅头啦。有腌制太白粉，腌过，有染嘛，
较嫩啦，较嫩。你落去按摩过嘞哈。嘿嘿嘿。所以今日食材，除了葱头、盖肉，还有苹果。哎呦，苹果都偶尔些两嘎了。哦。有点那种酸甜那种感觉。对，我觉得很用心哎。好，我们先过去加勾都转了。哇哦！咖喱没系用咖喱块系吗？还有干嘛的东西吗？不会，是咖喱块停。我们已经用了最好的牛排了。对啊，水雞蛋嚟做法，對咖喱煲係做法。其實我看呢度牛排哦，唔但強是就8盎司甜甜誒。兩地吧？兩地係。係啊，兩地啊，係啊。總共係16個。16盎司啦。那為什麼要剝蒜頭呢？咖喱煲下炒咖喱味用蒜香煙。哦，故意粒落去哦。不會壓碎了。對，就壓碎而已，但是不會切碎。從愛有無？我直接煮個咖喱醬，還有不用加一隻東西，兩隻東西，薑末啊。薑末撈一隻東西，還有一隻東西香蕉泥。為什麼？香蕉泥。香蕉泥，用果汁機打油啊，加落去。不過香蕉泥會變霧聲呢。啊，唔係，叫佢食到黏咪要加用這梅頭。它會甜。還有一半又要日式的做法，還有加個巧克力塊。有哦。奶油。無糖的。撈個番茄。所以做法凍凍呢。凍。所以我挑選南門記講，佢嘅做法係用飯。我來看你馬鈴薯用分2擺啊。馬鈴薯等下煮會偏細，會化掉。然後等下調配裝備，做啲配牛排吃。是塊狀。因為等下叫佢發鐵。因為是按照左嘛，哈。左是怎麼了？左就是它分開搭配。好厲害哦！哎，真的，你們倆是廚神對廚神的對話。我們退後。那還有什麼問題要問的嗎？就在等下裝備。昨天嗎？不要再撒嬌了，那於凱會受不了，他就握拳頭了。你要紅酒，還是要紅酒？紅酒也可以嗎？可以啊，我想，但是咖喱很少人做加米酒吧？咖喱煲下會加呢？真的哦？對啊，香啊，因為好食丟啊。嘿啦，這個味道讓我想到雞酒了。你是雞酒咖喱嗎？那於凱，你今天帶16盎司，有沒有跟店裡報備啊？有。有店里知道有查賬哦，查賬，等佢煮好，你還有醬牛排嗎？店鋪才點哦，你還有重點哦。來，於凱來了。今天怎麼沒有帶那個奶油來呢？因為預算用在沙拉。沒有啦，因為你還這個不看好，煮馬鈴薯時的我放去煮到8塊來。不用，我們就要是一塊一塊的。等佢煮好，你還有醬牛排嗎？店鋪才重點哦，你還有重點哦。來，於凱來了。但是你們一般煎會用電磁爐來煎吶？不會，我們都是用煎台。你今天怎麼沒有帶那個奶油來呢？因為預算用在沙拉。沒有啦，因為用那個奶油煎比較容易焦啦。對，所以選擇用那個沙拉油。跳去烤雞哦。因為等一下嘅牛排還會用到咖喱的地方。左而已。它是放左邊。對，咖喱醬放右邊。對。哇，所以你要從上哈。你們不要一直吞口水好不好？有聽到這個聲音是不是？對呀。你有見你這麼大兩袋？等一下。拿水啊，好，下去。嘿呀。眼當然直接看呢，那這不跟辣台哈，直接給你換大的。哎嘛，用講究心意嘛吼。用袂該高溫落去煎哦，該高溫落去煎時陣，可以該鎖住嘅水分啦。落去切的時候會靜置差不多1分鐘。錯，切個時間咱們鐵水燜掉出來。好，我們先過去了哈。哇，你那片我好嘞！這一趴沒有飯，我們等下怎麼吃？嘿喏，咖喱的好朋友就聽我封面沒做的，這裡要它叫偏離粉。好香哦！很香，真的很香。這肚子餓了哎。哎呀，那個小時候的感覺啊，細時的。其實我這個不看哈，煮馬鈴薯時的我放去煮到就得有8塊嘞，它就是沒有正方形的形狀。對，所以要給它小火先燉一下。你以為他會不會你煮到爛嗎？不用，我們就要吃一塊一塊的。我也是要吃一塊，我們年輕人啊。對。感覺我要吃化開的。那你去住他們那個。等一下，這樣去你家，
哦，入醉的意思这样。哎，对，要去你家，那个怎样？妈妈，我是开玩笑的哦。妈妈看不下去，先走了。哎，真的，挺紧的哦。好了，刚才你先来倒算喽，吼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了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那最背面一关，也给布卡地图一定会有个咖喱料理来做客餐对不对？咖喱呢，正经是泰人设置嘅好朋友，马上就来试试看那风吹俩嘅系呀嘅菲力牛。沙朗黑欧的沙朗牛做咖喱，讲出我心里的声音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再就吃这款了。其实食牛排哦，就係款嘅很切面，哎呦肉都有豐豐係最軟嘅虛節。對耶，好嫩啊！哦，很嫩。于凯，你很会煎呢。就是刚好煎到5分熟，5分熟的熟度，对，是最嫩的。要肚肚厚，要嫩度，而且呢，水分爆油都低度哎。咖喱的酱也很刚好，不会牛肉味道，我们会分咖喱酱菜，因为它用煮的方式，没鬼肉一炒完呢。牛排刚好煎到5分熟的熟度是最嫩的，对，然后搭配咖喱下去吃会味道会更好吃。松港米哈，记得牛排可能好少看到，就会放咖喱穷下去的。好少许的。你自己觉得呢？这样的组合？平常都是海盐调味简单吃啊，今天有多一个层次的咖喱的味道。因为我简单係上講，記得係強下煮，結果係用做嘅方式咯，保留牛佢本身的那種甜味，韓國咪學得到咖喱的那種香氣，然後完全攬出嚟一片用香布牛做嘅咖喱。好，睇住咖喱狗哈，呢一片完全形容眼睛有講一下，因為香布牛嘅加下小李講哈會肉體，雞胸肉加出很嫩，那就是絕頂厲害。嗰個咖喱真叫咖鐵色咯，而家除了加一個咖喱粉，還加有咖喱粉，而且有加真正的令狗肉皮。鋪上的鬼咖喱吃起來較甜的喂。這雞肉也很嫩，對對，剛剛好。那你喜歡我們的比較多，還是喜歡藍隊的？一定是我們的。對，就要有這樣自信。個香布牛吼，嫩之外，佢做咧學到另外嘅香味，海銀設置吼就聽到凍好食，真的厲害。等下就來看下師傅恩用慢評分哦。一早的時間馬上就要到哎，啊，志龍師傅，你在想對不對？對。搶分數。哦，冷水熱粉，哦，水妹熱粉咧，我挑起一下，問一下啊，鳳哥搶不分數，冷水2分鐘咧。好難主持哦。來，志龍哥。其實兩片呢，攏同樣是在做。正影看得出來當中是在做，但是呢，因為今日嘅主題係咖喱，而牛肉處理當好，啊加個雞肉要處理以後，就是較嫩啦，牛肉可能有泡啤酒有蘇打較嫩，但是呢，沖掉係咖喱，而今日就自己用咖喱塊，而且還有用咖喱粉，個有還有用檸檬，我評分係講我看出啦。一般師傅教我煮菜，我老人家講看菜名做菜嘛。今日主教就係咖喱，所以我說人家就較用心到咖喱嘅方啊，我認為人家就會養。啊，冷水鴉片呢，咖喱出來以後，但是我建議啊，雞肉啊，鹹黑了有一些生硬啦。好，按樣處理咧，我想法係同樣種樣方式去醃製一樣，我梗唔怕。主要係講盡量唔用炒嘅，小鑊冷油，溫度冇按高。慢慢的逼熟，安尼番也更有味更較嫩。哦，我咪本該藍隊吼蘋果有凍咖粉啦，其實都有該自然的甜味，咖喱粉到咖喱塊跟梅頭有搭到啊。哦，小建議你好嘅時陣，你咪做咧加一點嘅加動物性鮮奶油，是都下白溜啦，做得當好，所以我本鴉片。哦，我們我本該紅隊其實想法咪凍簡單，小建議啦。我袂用白，我袂同個你另外一塊牛肉哦，50秒下一煎，你咪做咗長間，我對個煮不咧味控哦，切到油，本幾個咖喱醬，又加牛肉嘅梅頭，啊兩味加落去時陣，是唔是按照做？
两片都有咖喱牛肉的梅头，啊是都没下好。好啦，于凯笑一个。你看，他的脸都垮下来了。不过讲真经呢，重点是我们来学习，可能咖喱黑嘅太下老豆，放咖喱块进去就好了吗？没有，其实有懂得可以加分的地方。刚刚师傅讲的呢，太前有了解，厚厚的笔记下来喽。我马上去来颁奖嘞！耶！好，今日比赛呢，叫我係10分，好色又加精彩。藍翠得到3分，鳳翠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藍翠咯。藍翠了解係大頭名哦，得到係3000塊嘅加彩金。恭喜！哎，那講愛用英文嘞，我在加碼送我的 line，有沒有 ？BRAD， 哎，可不可以？那他們會不會想要輸啊？應該不是吧？不用是不是？那真的不用。啊，Andy 藍翠呢，佢哋用上面係10分呢，厲害，再一次強調咯。啊，Andy 也嘅。獎品咪係10分好嘅哦，係日本進口嘅積木鍋日吹陶鑽組，而且我跟你們說，大概還有包蓋，這個還可以拆開來，可以可拆式的。對。所以現在流行去什麼，你知道嗎？野炊啊，有冇？有。哦。露營就得用到。有去。先讓大家分享一下，禮拜六爸爸強下來參與比賽啊，佢心情可能冇強壯。爸爸又忍住，你說忍住揍我的部分。聽眾愛無下愛到去舔手機，會看不下去啊。今天有放手一些，讓我一起做這樣。我應該看你兩隻訓功啊，做得動火啊。很走的，對，演得還不錯。那到底要3000塊做嘛？真的。希望你可以辛苦一些弱勢團體，可以做一些公益回饋給社會，這樣。對啊，好棒啊！我蠻弱勢的，這樣。很難叫他接。所以血盆係嗎？我來聽爸爸血盆長好啦，去友好一下。好，我要問下少豪哥，今日圖模要強下來，係你自己報名也係？當初是朋友。哦，給大家推薦是講我來參加。姓盧的那位嗎？第一次參加這種節目，這樣子也感覺也不錯，大家這樣子非常的愉快，也讓我們新埔宣傳出去，也謝謝你們，歡迎你們來新埔，謝謝。歡迎來聊，歡迎來聊，尋夢，謝謝。好，三號了，歡迎下你風吹咯，來讓宇要拜聽一拜參加，隔了這麼多年，請請用白老太恰分享一下。上擺落係差唔多3年前，係差唔多。上擺入章啦，但是啲節目吼，受章冇買重到。好，他去個動飯題，可以讀該討論該菜色的部分，一起研究菜色，這是最重要的。你可以取代叔叔啊，對啊。你營養平均係7公斤咩？明年再來考慮哦。那你們係啊，你都做主持人，當 Q 胖不起來，他之外。好，於凱要拜替拜了，好，他今天也是當了很重要的角色，要拜了參加，心情如何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也是第一次參加這個節目，然後我也是很開心，然後今天跟浪宇，然後也有討論了很多，對不對？就是菜色的問題。今天也是很開心，對不對？可以大家一起學習啦，對。難得做得 Q 哈來聊，不然平常工作又這麼忙，對不對？謝謝你今天那麼好吃的牛排，不然利色嘍。按自三，好兩組呢都真嘅係10分嘅佔到。剛剛頭前看到，用要按家常嘅食材，就是變化出某種嘅料理。或料理這件事情呢，唔係講偏你用得住，你就用得甜的哦。重點是老娘嘅靠食用一批，可以為你的料理加分。係啊，其實你要食啲味道吼，我最重要吼，讓宇跟他講一句話，就係手掌吼，自己摸重要。最重要係攞到2片粉紅一福卡嘅好梅婆，所以歡迎大家日日打電話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來到一家之主嘅全部都係養家啦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